NTV 频道介绍了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土耳其 NTV 频道由阿赫麦提叶谢里铁帕主持的世界时间节目中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长达10分钟的视频中提到了中国从本年初以来将数以百万的维吾尔人关押在集中营，还具体介绍了中国如何在职业技能培训名义下虐待和折磨维吾尔人，以及在营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威胁沙特王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8日前往白宫汇报其访问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的情况。蓬佩奥当天对媒体表示，他向特朗普总统建议再给沙特几天时间调查记者卡舒吉失踪案。据称，蓬佩奥以制裁威胁王储。欧盟领导担心网络袭击。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说：“我们作为欧盟成员国27个国家，决定以积极的方式继续谈判。”图斯克表示，在听取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对英国脱欧谈判最新情况的评估后，我们决定继续以积极的方式与27个欧盟成员国进行谈判。图斯克还强调说：“我呼吁建立一个专门针对网络攻击的制裁系统。”欧盟领导人峰会结束，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集在一起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的第2天，讨论了移民和内部安全问题。寻求移民问题解决方案的欧洲领导人强调继续做好现有的移民工作。自2015年10月以来，通过非法手段进入欧盟的人数减少了95%。会议强调，庇护者问题上与土耳其达成的协议必须继续下去。3人被烧死，厄瓜多尔被指控绑架儿童的3名小偷，包括1名女人被烧死。最初他们被指控绑架儿童，后来被指控偷走了200美元和2部手机。尽管如此，3人在人群面前都被烧了。当地一名警官称，他们都死了，都是厄瓜多尔。